这是咱三甲来共读圣经，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28章16节甲第20节。马太福音28章16节甲第20节。好，本第44页，其他的版本咱开始看银幕。若是11个学生去加利利，到耶稣所捌甲因定着的山，看见伊就拜伊，总是有交义的。耶稣滚我来对因讲话，讲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、囝、圣神的名。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，着教示因守。搁我日日教恁伫咧，到世间的落尾。以上，即是请本堂科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使命必达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互阮伫过去一礼拜内面有你的保守的同在，互阮每一天拢会当过着得胜的生活。这是阮自己伫这个所在，要用你的话语继续成做阮的帮赞。这是恳求信心伫阮的中间来引带阮，互阮的心拍开，会当互你的话成做阮的帮赞。求主亲身来引带，阮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顶礼拜，咱有读到大笔，因为听到耶和华的名，迎战非利士人的一个派出来代表歌利亚。在这过程中间，大笔用伊会晓而且真实的方法，将歌利亚打败。在这个内面，大笔是要来维护上帝的名，而且要互伫迦南地遐个特族会当明白，而且知影，伫以色列中间有神的同在。大笔伫战场的时阵，伊知影伊的使命是要互上帝的名得到荣耀。那呢，咱来想看卖，你的使命到底是啥物？各位兄弟姊妹，你的使命到底是啥物？伫即马4年一届的踢骹球的世界杯伫巴西咧举行。我想，咱有足侪人暗时拢会爬起来看转播。伫即个骹球比赛即个球场顶面，守的球员伊要想尽办法来互遐对方的球无踢入去球门内面。但是要进攻的时阵，每一个球员可能要透过团队小组，也是个人的技巧，用不同款的方法。将球踢入去对方的球门来得到分数。每一位球员，伊伫球场顶面，因的任务甲使命拢无啥共款，但是上尾拢是要互球队赢到胜利。那呢，要搁一摆问大家，伫信仰的使命内面，你的使命到底是啥物？伫信仰的使命内面，伫你的人生内面。你的使命到底是啥物？上帝创造咱人，甲即马以及未来，伫每一个世代拢有无共款的使命。所以伫无共款的世代内面，每一个人伫伊的位置内面，因拢有无共款的使命。那对旧约内面来看，我敢若举几个人的例来咱来看。伫拿上帝爱拿做一只船。而且爱伊所竞选的这动物，甲伊厝内底的人，伫船顶要来经历耶和华上帝救赎的恩典，一直到大水退去。那的使命就是来遵行耶和华的命令，完成建造的任务，达成耶和华伫迄个时阵救赎计划的目标。了后，咱看摩西。摩西在迄个时阵，耶和华上帝显现呼召伊，对伊安尼讲：我的百姓伫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有看到啊。因受到埃及人的鞭拍，因所发出的嚎叫的声，我嘛有听见啊。我原本知影因的痛苦，
我落来是要救因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因离开迄个所在，到美好宽阔、流冷甲蜜的所在。所以即马以色列人因的嗷叫的声，达到我的耳孔，我嘛看见埃及人安怎来欺压因，所以我要找起你去见法老，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对埃及领出来。这是摩西伊所领受到上帝的话，所以摩西的使命就是要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完成耶和华上帝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欺压，建立耶和华为因备办迄个美好、流冷甲蜜的所在。但是摩西伊完成伊的任务了后，以色列百姓也未立刻迦南地。所以约书亚就互上帝所呼召。耶和华上帝安尼对约书亚讲：我的肉卜摩西死啊，所以即马你爱起来，带正百姓搬过约旦河，我要所赏赐互以色列人迄个所在去。你的骹，恁所行过的所在，我拢要照着我应允摩西的话赏赐互恁。佮安尼甲约书亚讲，我安怎甲摩西同在，我嘛共款甲你同在，所以我袂放杀你，你毋免惊，你着刚强壮胆，因为你要互遮百姓来承受即个地，成做恁的产业，就是耶和华上帝以色列百姓的列祖所应允要赏赐互因的即块地。那呢，约书亚的使命就是爱带遮的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，而且伫迄个迦南地所徛起原本遐的特族，伊来拍败因，互12个支族拢会使伫迄个所在徛起，因为迄块地是耶和华上帝所赏赐的。然后进入到士师的时代，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了后，一直到王国建立的这段期间。是士师带领以色列百姓来面对敌人的攻击，是带领因的领袖。了后，佫有先知，先知用预言警告以色列人，爱面对耶和华的审判甲责罚，将上帝公义甲怜悯，甲以色列百姓讲，而且可以会当回转转到耶和华上帝面前。经过旧约的时代了后，上帝真正疼咱世间人，将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差遣落来。所以进入到新约的时代，咱来看耶稣伫马可福音第1章15节内面讲：日期满了，上帝国近了，恁着反悔传福音。耶稣传的是反悔改的福音，因为悔改，耶稣教示咱。医治咱赶鬼惊神灵，而且佫伫十字架顶流宝血救赎咱人所犯的罪，互咱人甲上帝会当过好。伫马可福音内面，安尼的记载，佫较互咱明白了解耶稣伊的使命甲任务。所以耶稣嘛对伊的门徒安尼讲，找起伊赏赐因权柄。伫马太福音第10章内面讲，你来做一面行一面传，讲天国近了一句话，而且赐予因权柄去医治人，叫死人过活，互得到蓝山的，互会当清气，佮甲鬼赶出去，而且因进入到迄个家庭内面，迄个家庭然后接待因，就将迄个平安赏赐临到迄个家庭内面。那安尼来看，伫马可福音第16章内面，耶稣佫较甲伊的门徒显现讲，你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互万百姓听，因为安尼信佫受洗，因着得到救；那无信的，就互会定罪。所以信的人有信力会跟对因，然后佫甲伊的门徒讲，你着奉我的名赶鬼。互一切会当得到病，会当得到医治。今仔日的经文，搁一解甲咱讲，
11个学生去到加利利，就是耶稣所定着迄个山，要甲因见面。耶稣对因讲：天顶地的权已经拢互我，所以恁着去，互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信心的名，记拿我所命令你的，就教示因遵守。搁我日日甲恁伫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那安尼来看，这就是门徒因的使命，爱将福音传出去。将因所领受的教示来教示所有的人，经过传福音、讲话出去了后，咱每一个人伫即个时刻，才有法度领受到即个福音。因为有真侪信仰的前辈，因将传福音看作是一项一定爱做的代志。因为安尼，咱即个时刻才有法度来明白耶稣、相信耶稣。咱为宣教师马偕博士，也是伫南部巴克利牧师，因来传福音，互台湾的百姓来看，咱就知影因将传福音看做一个真要紧的代志，也是看咱家族内面信仰的前辈，因对信仰的坚持甲传承，嘛直到咱即马才有法度领受到即个福音。所以福音是咱应该爱完成的使命。那呢？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，就是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你受造是要为着完成这个使命。伫约翰福音书第17章18节内面讲，耶稣安尼讲伊对上帝遐领受一个伫世间的使命，那呢，伊嘛将这个使命交互伊的门徒。保罗先生，佫就是对以弗所教会长老安尼讲，伊讲上重要的是要完成我的使命，就是主耶稣交互我的使命。对安尼来看，你的受造，咱互上帝所创造存在伫即个世间，咱就是要完成主耶稣所交托咱的使命。那呢，咱每一个人，咱的人生中间，拢有共同的使命。就是咱爱甲其他的基督徒来完成、来共同来承担这个责任，而且上帝因为创造咱每一个人的无同款，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个人的使命，就是上帝交代予你个人的任务。使命伊的原文 mission 是来自拉丁文的切肯，真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明白这个意义，对咱来讲。就是咱互上帝切肯到这个世间，正做耶稣的代表。耶稣讲：“爸安怎切肯我，我嘛共款切肯恁。”所以耶稣真清楚知影家己人生的使命。伫耶稣细汉的时，伊伫圣殿咧读圣经咧读册，伊的妈妈转来到找伊，伊讲：“我应该以我爸的事做大先。”伫十字架顶，耶稣面对死亡，伫上尾伊讲成了，代表耶稣已经完成天父交代予伊的使命。那呢，耶稣伫地面上的使命，现在是即马咱每一个人的使命，就是要引带人来认识上帝。上帝要拯救人。透过耶稣，互人甲上帝各互，互咱每一个人会当甲上帝相亲近，会当爱上帝，会当成做上帝家庭内面的一份子。咱就爱去学习有上帝形象来服侍上帝，人来传扬上帝的听。所以，当咱确信上帝是甲耶稣基督是咱生命中唯一的救主的时，咱就归属伫耶稣。那呢，上帝要使用咱去接受其他的人，因为上帝一生拯救咱，然后切肯咱出去外口，伊无爱咱一直踮伫教会内面。所以，咱要延续这个使命，一真重要的是，咱来延续耶稣基伫地面上的使命，成做耶稣的军队者。咱必须要继续来完成耶稣的工作。耶稣毋那是呼召咱归5年尔，
耶稣毋是呼召门徒来对伊尔尔，耶稣更较重要是找起咱爱去宣扬伊。那呢，咱会当伫五段无共款的经文，耶稣安尼甲咱讲。第一段经文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到20节，就是咱今仔所读的。耶稣安尼讲，咱爱去，真正爱去做，爱互万百姓成做伊的门徒，而且佫奉爸囝信心的名，甲行洗礼。伊所吩咐咱的一切话，咱拢爱甲人来分享，来教导因。耶稣就会甲咱伫地，一直到世间的落尾。第二段经文伫马可福音第16章15节，耶稣对门徒讲：恁爱到世界各所在去，去全人类传扬福音。伫路加福音24章47节安尼讲：恁爱奉伊的名，甲悔改甲赦罪的信息传开，对耶路撒冷并到世界各所在。伫路加约翰福音20章21节，耶稣佮对伊的门徒讲：愿恁平安，敢若天父上帝差遣我，我嘛照共款来差遣恁。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讲：信心临到恁的时阵，恁就充满着能力，要伫耶路撒冷、犹大、甲撒玛利亚全地，甚至到天地的上尾，拢要来为我做见证。安尼看来，耶稣是咧甲咱讲，咱爱真正了解，咱爱选择耶稣伫地面上即个使命的重要性。因为伊是互每一个跟对耶稣的人，毋是干那互牧师、互宣教师尔。这是耶稣互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大使命。伊毋是一个提议，伊是一个命令。咱无通选择，咱应该爱去做，咱嘛袂当来拒绝。上帝爱你，为着你身躯边周围也未相信、也未认捌耶稣的人来负责任。因为你可能是伊伫因的生命中间为伊认捌的、熟悉的基督徒，有可能伫因一生中间，因敢若会对你的话内面听到分享，去认捌耶稣，接受耶稣，成做因生命的救主。那安尼，这份责任其实是一个权利，是一个美好的特权。因为选择耶稣的使命，这个责任是真重的。但是咱爱想看卖，这是一个恩典，是上帝邀请咱要参与伫救赎的计划内面。保罗讲，上帝已经将可肯人接受伊的恩惠，而且甲伊各付的这个权利交予咱。所以咱的使命，第一个是咱甲上帝同工，咱嘛甲上帝做伙咧建立伊的国度。保罗也甲咱讲咱嘛是伊的同工，因为咱是甲上帝做伙工作的人。第二个，咱的使命是，咱是代表上帝，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，互咱会当成做伫上帝国内面的同款的一家人。伊就是咱信心，上帝委派咱成做伊伫地面上的代表，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基督的代表。上帝使用咱可肯人放落家己的迄个成见，来甲上帝过付，所以咱会当代表基督安尼别人讲，咱来甲上帝做朋友吧。咱会使甲人来分享的时阵讲，咱来甲上帝做朋友吧。当人有来会当来甲上帝做朋友的时阵，这个影响是一个永远有价值的影响，因为这个使命对别人的性命真正的影响真大，伊会比你伫地面上、伫世间内面会当做到的任何的工作，也是成就目标搁较重要。因为你的使命所产生的结果会持续到永远。有可能你即马讲我咧做工课嘛会啊，但是咱真少想看卖，伊可能无法度持续到永远。所以你所做的任何事，无比你去帮助人
甲上帝建立迄个永远的关系搁较重要。耶稣讲，所有人都应该爱紧紧来完成找因的工作，因为黑暗要到，所有的工作就会停落来。咱会当为使命工作的时间并无多。咱会讲，咱自己伫遮，咱每一个人拢对未来有盼望，但是咱对也未信的人的工作，只有伫即个时阵开始做，因才有盼望。毋是讲大家爱放落你即摆所手头的工作，真做专职的传道人，是上帝互你有特别的呼召，爱你伫即摆的工作生活中，甲人来分享耶稣基督救赎的即个好消息。所以，无论你即摆是学生、是家庭主妇、是老师、是经理、员工、头家，也是你已经退休，伫你的身躯边，一定有人会当互你来分享即个信仰，一定有一个对象，你会在甲伊讲即个信仰的好处，你会当将即个好消息甲伊讲。当你甲伊讲了后，这是一个生命对甲生命中间的对话。那呢，你我的人生会搁较有意义。有一个神学家安尼讲，伊讲使用生命上好的方法，就是去成就比生命搁较久长的事物。伫世间顶，一切代志拢会消失，只有上帝国度永远会存在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的人生应该拢有一个目标存在伫咧。伫咱教会内面，咱来委身伫敬拜、团契、灵命的成长甲释放。搁较重要是，咱来完成使命，因为这个行动上尾所产生的结果，会持续到永远。保罗安尼讲，除非我完成对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务，就是人来讲上帝奇妙的恩典甲爱的这个好消息。若无，我的生命就拢总无价值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这个世界有一寡人，只有你才有法度去接受到，只有你才有法度甲伊讲话，因为你伫伊的身躯边，已经上帝创造你迄个独一无二的这个特性伫个。那呢，只要有一个人，因为你甲伊分享的缘故，进入到天国，那呢，你的生命就对这个永远做出一个贡献。所以，请你想看卖，你会使安尼上帝来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求你将人安排伫我的生命中，互我会当甲伊来分享我所领受到的福音。咱要甲人来分享福音，其实真重要的是，你若有得到一个真好的宝贝，你敢无要甲伊分享吗？还是家己要藏起来？设使你的厝边得到一个无法度医治的病，但是你知影有方法会当医这个病，确实你无爱甲讲，你无爱互知。但是讲你知影有一个方法会当得到赦免，会当找到人生的目标，会当得到平安甲永生的道路，你却无要甲伊讲。那呢？你敢真正会当面对上帝吗？咱每一个人拢有世界顶面上好的消息，就是福音。咱要甲人来分享这个消息，是你对别人领受恩典上大的帮助。有可能咱已经信主真侪年啊，咱已经袂记得伫生命中无耶稣的未来是无盼望的。所以咱会记的，无论人伊外表看起来是偌满足、偌成功，若是无耶稣，因是无盼望的。圣经讲，只有耶稣通救人，所以咱每一个人拢需要耶稣。咱要甲人分享福音，有时咱感觉足困难的。伫顶礼拜小组长、区长的训练内面，张杰如老师伊咧讲要安怎关怀人。我就想到，咱会使用其中的一个方法，咱来甲人来亲近。咱咧关怀人，游玩，咱咧关怀伊的时阵，就是要将这个福音甲伊来分享。所以咧关怀一开始，咱甲这个人要无啥物关系的时阵，咱会使用开讲。这个开讲就是无主题来讲话，
就是咧甲伊讲的遮没有威胁性的讲话来做开始。咱莫去问讲，你今年几岁？你收入偌济？遮个人隐私的问题。咱来讲的是，可能去这讲话中间渐渐去发现，建立一个真欢喜、快乐、互动的关系，互对方袂遐封闭咱会当互后摆讲话会当更较顺利。这个开讲有时爱真长的一段时间。可能嘛爱真侪摆，才会当建立一个彼此互相信任的关系。当开讲到一段时间了后，咱来讲接落的是担心，毋是干那开讲了，爱讲着心内的话，互当表达内心的感觉甲想法。对开讲建立了关系了后，咱会将迄个话题渐渐转往伊个人的身躯顶，互伊拍开心门，愿意讲出伊心内的需要还是问题。在这段时间内面，咱所需要做的，就是听，专心来听，听到迄个真正的问题。有时咱有一个习惯，听到对方的问题了后，咱就忍袂住，互伊意见。但是这个时间，咱莫互意见，咱干那要确认到伊心内迄个真正的需要还是问题。了后，咱确认了后，咱才法度来提供资讯互伊，提供资料。这个资料是甲即个单位有关的相关的资料，当甲对方建立了会当担心会遮的基础了后，伊嘛有靠法度去听讲咱的话，甚至拄着问题的时阵，伊会主动来找咱。那呢，这个时阵，咱就是上好提供遮的资料互伊的机会。但是要注意，咱莫伫这个时阵就甲讲你爱安怎做，甲说教。也是强迫对方来接受咱的意见。其实这个时阵是上好，咱甲伊分享上帝伫咱身躯顶的这个新力、稳定甲疼痛，是一个传福音真好的机会。关怀对方还有真侪步骤，但是咱若会当做到这3点，我想这个福音的经济已经藏伫伊的身躯顶啊。所以要甲对方陪伴伊、关怀伊，这需要付出代价。那呢，完成使命，你所要爱付出的代价是真大的。那呢，我要问你，愿意为着使命来付出这个代价吗？你有可能爱向上帝放弃你的权利、你的期待、你的梦想、你的计划，当你要陪伴一个人。要互伊带伊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要完成这个使命的时阵，对开讲、讲心内的话，到提供伊资讯、资料、明白福音，你需要付上真大的代价。有可能是你原本的计划，你人生的计划；有可能是你要付出真侪时间、精神，也阁有上帝赏赐予你的智慧才能。咱每一个人身躯顶，拢有上帝所赏赐独一无二的这恩赐伫的。有人真够煮饭，伊可能煮一顿真粗糙的，邀请人来三个坐桌来食。有个人可能真爱活动，伊嘛邀请伊做伙去活动。透过这兴趣的中间，因彼此来结连。我知影伫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拢已经有咧做遮的代志，但是要完成上帝予你的使命，咱就爱承认上帝代志最头。咱所想的，拢是要为着完成上帝国来做的。因为耶稣讲，咱要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其他伊拢会加添予咱。所以咱来学习耶稣讲：爸啊，我要遵探你的旨意，莫照我家己的意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教会存在的目的，毋那是干那基督徒家己组织伫教会内面，咧敬拜、咧团契，干那咧侍奉，遐已经是基督徒的人，也是伫内面追求家己伫灵命顶面的成长尔，无行出去教会的大门，往外去宣教。教会，你甲我，咱存在的目的。
就是要去完成使命，共同来承担这个责任，照着上帝所赏赐，互每一个人特别的恩赐，做伙伫传扬福音的道路顶面来做代志。要做就是为耶稣加救一个人，爱为耶稣加救一个人。等互更较侪人会当来加入伫上帝的国度内面。今仔的题目是使命必达。伫过去有一个快递公司的广告，伊的镜头对着迄个快递员，伊规个咧送货即个过程，无论是拄着淹水，也是塞车，伊都爱伫限定时间内面，将伊手头即个包裹也是物件送到客户的手中，上尾完成将即个物件送到目的地。的使命，咱伫咱的即摆生活中，咱嘛真习惯用即款的服务。咱来伫网络顶面买物件，还是咱去店面买物件，咱会请一个宅配，把物件送到咱的手中。因都爱完成将物件送到对方的手中，一个使命。上尾牧师阁要问一解：你的使命是啥物？你的使命是啥物？咱同心来祈祷。天堂的爸，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予阮搁一摆对耶稣的命令内面，看见你对阮的恩典，予阮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领受，因为你予阮每一个人有特别的恩赐伫咧。但是阮共同爱去完成的使命，就是将福音传予众人。阮知影伫阮身躯边，抑阁有人抑未明白耶稣。所以，阮的使命就是要将这个福音传予因。愿主，予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行出去，勇敢的将主你的好消息传予这也未明白的人。这是我们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心来祈祷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。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阮的人。无底带阮入去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